À, có嘢先得攞來嗰啲人，你講係？哎呀，偉哥又照嘅，嚇？敬老愛幼善講未得嘅，你講得得冇得冇得來？真係冇得啊！我點知你得冇得？你講得得冇得冇得啦？嘢拍到好似兩仔乸咁，好似兩仔乸喎。舊時兩仔乸考嘅。誒，啊，這個是不是應該不是我們以前的那個吧？哎，老鐵們，你還記得前三年我第一次來衡山這個和那個婆仔去吃那個粉的那個作品的那個，好像不是他吧？是這個娘嗎？好像不是他吧？問問孫女嫁未啊？都冇，就下有孫仔咧。做下孫仔啊，未生到孫女啫。係啊，一隻孫女細細嘅咁多嘅不是吧？剛開始我也以為是不是他？好像又不是他哦。啊，你啊，有女嫁咪咯，嫁就俾我孫仔咯。我未結婚喎。硬未結婚啊？係你玩得着咯？你有冇咯？你有識過冇咯？冇識乜人，冇識乜人嘅，三隻女都嫁了，三隻女都嫁了定未？細地1到4歲。帶去食粉嗰只係呢只嘛？好似冇係，有啲似，係嘛？帶食粉嗰只有啲，那個海撈啊，反正就係第一隻作品嗰陣啊。由很深嘅有環山嘅老鐵出嚟攞菠蘿噶嘛，似但係冇係佢係嘛？嗰啲菠蘿食得未啊？食好食。點解有都腍嘅咯？冧濕包個夠甜。嗰啲係濕包嘅，夠甜，夠甜。係好似係冇？好甜。濕包個好食。夠甜。濕包嘅好食。咁啊食啦就到天日後有環山嘅想食菠蘿嘅嘛？有想食菠蘿嘅嘛？濕包個嚇。夠甜啊！菠蘿好食係嘛？今日冇帶靚女去飲咖啡啊！你又冇得日日飲噶啦，阿婆，日日飲嗰啲嘢冇好噶嗬。誒，你咧真係，我睇見阿婆我都想撈佢坐多陣啊！佢啲心態咁好啊，啲笑容又好，心態又好，係咪？所以講佢80幾歲嗰啲人嗰啲踩嘢啊！幾人喺車來咋？嗱咩車啊？吓？要嗰部寶馬係你噶？喲，緊要喎，後邊嗰部寶馬係阿婆噶喎，笑容好好，係啊！你共嗰啲人坐埋一齊嘅話，自己都長壽呢個。你哋覺得係咪啊？啊？你哋覺得共呢啲人咧坐埋一齊係咪會長壽啲啊？濕包菠蘿冇好食啊？呀，好食吧？冰糖味啊！冰糖味啊？冰糖味啊，識幾甜啊！嗰啲係你種啊？中國一時咁就叫喎。哦，咁咪有幾十年嘅事嘅咯。你點摘佢到啊？喊人家摘咯。哦，喊人啊！我買兩隻去嘅。哦，咁樣。阿婆有福相，係。哦。幾錢一斤呢？蚊5隻斤呀。蚊5隻斤呢？冇隻錢嗰日嘅。哎，你們那裡賣那個菠蘿多少錢一斤啊？你們那裡賣多少錢一斤啊？啊，老鐵們啊，你們所在的城市鄉鎮賣多少錢一斤啊？不像有一些黑面神，有了，這個還是有的啊！感謝你們的燈牌，謝謝你們的燈牌啊！海南嘅好有好多嗰啲乾包嗰啲又係1蚊啊，乾包或者個5個包嘅10蚊，乾鋪1蚊，係啊，係，就好多又係1蚊。
板山個便宜啊，安鋪買1蚊嘅你，板山個便宜。我發個那個寵粉紅包給你們去領吧，好不好？發個寵粉紅包給你們去領。啦啦啦啦啦。